来是台中有民众来指控，讲到合作金库领钱去互挑战。民众讲，伊的阿姊重病住院，就请妈妈帮忙去领钱，要付这个医药费。证件甲资料拢传甲真齐全，但是行员真坚持，一定要本人来才会当领，甚至讲本人若无来，就变做违散。这句话是互家属真无法度接受。事后，合库发声明，讲已经联络到家属，而且来道歉，嘛会加强员工的教育训练。民众去银行柜台办业务，行员斟酌对身份，不过所有民众伫咧网络铺文讲处理人办甲真袂顺。台中有一名妈妈要帮病重的女儿领取存放在银行的钱来支付医药费，没想到资料都准备好了，却被行员百般刁难。家属控诉因为阿姊病甲真食来需要领医药费，不过因为阿姊的口罩收据无使用，必须去银行解锁。问过服务人员，妈妈早相关资料去合作金库分行处理，想要到银行的人讲爱本人才会使，互人听甲怒气的是面对家属钱银三不变，银行的人阁讲本人无法度到场，变做违散对当领，互家属听甲硬硬气。很离谱，不合理。这样不对啊！要领钱都有资料嘛，怎么可以用这样的讲法？要为着领阿姊放伫咧银行的钱，只好甲坐伫咧轮椅阿姊塞去另外一间就近的分行审判。规段过程伫咧网络引起讨论，真侪人就质疑行员是挑故意伫咧刁难民众。代理人依然依照法律的规定，可以合法的领取本人在银行的存款。因此，本案中该名行员无谓的刁难，其实是违反民法的规定。好话一句哪算笑，歹话一句哪毒药。行员对病人家属讲违散，已经伤害客户心。合作金库发声明回应，已经甲家属回释了，会要求相关分行检讨，嘛会加强人员的教育训练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